傳統英國頂尖女子名校 Wickham Abbey， 相信好多香港人都聽過呢間學校個名，因為香港係有分校嘅。喺英國係屬於頂尖嘅女子學校，所坐落嘅呢個地方叫做 High Wycombe， 係倫敦西北面大約47公里，白金漢郡裡面嘅一個大鎮。Berkeley Group 有一個樓盤就喺呢一個超靚嘅校網裡面，叫做 Audubon Park。除咗 Wickham Abbey 之外，其他嘅公立、私立學校都非常之出色，好多家長都係因為咁樣喺呢一度置業，深受海內外嘅買家歡迎。由屋苑揸車5分鐘可以落到嚟火車站同埋 High Street， 坐火車一個站26分鐘可以直達倫敦 Marylebone， 半個鐘左右可以去到知名嘅 Outlet Bicester Village。喺鎮上面，除咗有必要嘅超級市場之外，呢度仲有一個超大嘅商場叫做 Eden Centre， 有唔同國家嘅美食同埋商鋪，生活所需都可以喺呢度揾到。呢個屋苑除咗有超靚校網之外，生活環境都相當適合家庭居住，就好似我身處嘅呢一個古老園林步道咁。屋苑就係一個超大超靚嘅公園隔離，行出屋企門口，每一日都可以好似去咗旅行咁。呢度有俾小朋友玩嘅遊樂設施，屋苑裡面仲有一間新開嘅小學。無論你屋企有小朋友、老人家或者養唔同嘅寵物，呢度都非常之適合你。Audubon Park 全個項目佔地80英畝，我哋總共會打造550間房屋，分開5期發展。現時我哋已經有超過一半嘅房屋交咗樓㗎啦。我哋嘅永久業權屋仔3房、4房同埋5房，由52.5萬磅起，我哋每間屋都會有大至少2個停車位，有啲屋型仲會帶埋車房添。由我哋 Berkeley Homes 打造嘅大屋，地下嗰層一定會配備地暖。如果係買樓花嘅話，廚房嘅櫥櫃、地板、地氈等等都會有唔同嘅顏色選擇。每間屋都有帶自己嘅後花園，種下花花草草，無論小朋友定係你嘅寵物都可以享受到更加多嘅自然生活空間。如果你想為小朋友揾一個靚嘅校網，又想有自然、寬敞、寧靜嘅生活空間，又可以有一班守望相助嘅街坊，相信 Audubon Park 會係你嘅理想家園。